大家好啊！去到第三部分呢，就會同大家講下點樣去整一個圖像。當中呢，其實可以用到好多唔同嘅軟件噶啦，因為圖像生成呢，其實而家好多唔同嘅軟件都會做到。呢度呢，冇話推薦邊一個特別好，反而呢，想俾多啲例子，甚至乎俾一啲製作嘅示範俾大家睇下呢，點樣去生成一啲適合你混合式學習短片嘅圖片。喺製作呢啲圖片之前呢，首先要諗下呢啲圖片嘅作用先。第一，可能係配合你學校甚至乎學生嘅興趣啦，有一啲嘅教育嘅元素啦。呢啲呢，可以係你靈感創作嘅源頭。造型呢，有陣時你用一啲鮮明可愛啲嘅卡通呢，係可以融入一啲符號或者圖案嘅。我哋話寓教於樂啦，即係其實呢，學生嘅興趣呢，都可以係作為你考慮嘅一個重要因素。去製作呢啲嘅圖畫呢，其實只需要用一啲簡單嘅文字。有需要呢，你都可以俾一啲參考嘅圖片例子佢。唔需要自己去畫噶啦，用 AI 去生成呢，其實呢已經可以生成到你需要嘅圖畫啦。有啲呢，可能係一啲背景圖畫，有啲呢亦都可能係就咁一個角色嘅單獨嘅圖畫。而用 AI 生成圖片嘅好處呢，其實係好慳時間之餘，亦都呢可以配合到唔同嘅主題。例如你係教人文科或者可能一啲中文科啦，你需要生成一啲歷史人物，甚至乎可能一啲中國嘅古人啦，譬如可能一啲詩人嘅話呢，你都可以用 AI 呢去幫你生成相類型嘅圖片。如果你教譬如可能數學科啊或者科學科呢，其實都可以用 AI 呢將一啲本來可能譬如數學嘅符號啊、圖形啊，甚至乎一啲科學入邊呢，可能有一啲嘅化學元素啊、唔同嘅物理嘅元素呢，都可以用圖畫比較有趣咁去呈現出嚟。而最後啦，有陣時呢，可能配合一啲嘅學校嘅主題啦，例如你學校可能有一啲嘅象徵人物，又或者呢，可能你有一啲嘅閱讀週啊、文化日啊、唔同嘅 STEAM Day 啊，都可以呢，有唔同嘅主題呢，用 AI 幫你生成翻你需要嘅圖畫出嚟。呢度呢，去做圖像生成呢，大家要去先諗一個指令啊，即係成日講嘅 prompt。留意啦，就係呢，我哋有4個好重要嘅元素呢，大家去生成呢啲指令嘅時候要考慮嘅。第一個呢，好重要嘅元素就係你要俾一個明確界定翻個主題啦，同埋一啲氛圍。入邊呢，可能係呢啲主題嘅關鍵詞，或者呢你想構成呢幅畫佢入邊嘅風格。而第二樣啦，就係一啲指定嘅人物或者場景嘅設定。呢度都強烈建議呢，大家可以俾一啲參考嘅圖片佢。舉個例，如果你想生成一個歷史人物嘅，可能呢你可以喺網上先揾咗嗰個歷史人物嘅圖片，然後呢俾 AI 呢去做一個參考咁去生成。而第三啦，你可以加入一啲有關鍵性嘅視覺符號。例如你要用喺運動會嘅，可能有啲獎杯啦、田徑場地啦。你想生成一啲古代嘅歷史人物或者科學家嘅，可能呢嗰個科學家呢身上面有啲好重要嘅象徵呢，你都要俾到佢。而最後第4樣啦，我哋都要注意一啲倫理啦，或者係版權嘅考量啊。譬如你想生成一啲現代嘅人物呢，可能你要小心會唔會對對方造成一啲唔好啦，或者唔尊重嘅情況。又或者啦，你想生成嘅時候 AI 有冇機會可能用咗啲品牌嘅符號？譬如某啲運動牌子嘅符號可能出現咗嘅話呢，都侵犯咗人哋嘅版權。呢啲呢，我哋都需要去避免嘅。當大家呢去諗嘅時候呢，可以參考下面2個唔同嘅範本。第一個呢，就係一個英文嘅範本。有啲嘅網站呢，或者有啲嘅 AI 生成圖片嘅工具呢，其實佢係唔支援中文字嘅。大家呢可以參考呢個英文嘅範本啦。而如果佢係可以用中文嘅文字輸入呢，大家呢就可以參考呢個中文嘅範本。其實範本呢，就係俾大家一個參考嘅工具啦。其實你可以用填充嘅方式呢，咁去諗翻到底你有啲乜嘢嘅風格啦、人物行動或者情景係需要擺落去，個主題圍繞住啲乜，而最後啦，你都要講下呢，佢有啲咩嘅氛圍啦、色彩特徵，並且呢，最重要俾一個用途佢。呢度呢，用一個最簡單、最常接觸到嘅工具，就係呢 Microsoft 嘅 Copilot，去俾大家睇下呢點樣去生成一啲嘅圖片。
咁用中文嘅話呢，你只需要打一段簡單，好似頭先咁，將個範本呢填咗啲需要嘅內容落去。咁大家會見到呢，其實嗰個製作係相當簡單，你只需要將呢段嘅文字呢貼去左上角嗰一個嘅Copilot 佢嘅 Chatbot 入邊啦。然後你話俾佢聽之後啦，其實呢，你等1分鐘左右呢，佢已經可以生成到一張你需要嘅圖片。咁提示翻各位啦，咁咧最重要呢，有一啲可以令到 AI 容易啲理解想生成嘅目標嘅。咁例如你可能講清楚咯，呢個呢同運動好有關，咁所以呢，會有學生喺跑道上面奔跑啦，亦都呢要加入埋可能觀眾嘅元素喎。咁而另外都話俾你聽個氛圍啦，氛圍呢就係一個熱鬧、陽光明媚嘅時間啦。最後啦，色調上你可能係一個明亮嘅原色呈現嘅。咁最尾話俾佢聽，其實用途就係喺一啲校園活動嘅圖片上。當我哋成功整到第一張圖之後呢，我哋都要諗下，其實有啲咩地方如果用喺你嘅混合式學習短片，或者最緊要就係你想呈現一啲你嘅校本元素啦，甚至乎令到學生容易啲去代入嘅。咁你都可以諗下啦，有冇啲學校譬如校名啊，或者係學校嘅一啲特色可以加落去。咁甚至乎呢，可以喺當中呢加入一啲學生容易代入嘅情景。咁呢度呢，俾一啲方向大家去參考下啦。例如呢，可能你有啲學校嘅標語啦、校徽啦，個角色呢，可能喺個運動場上呢風格要一致啦，而且呢，亦都可以加入一啲嘅唔同嘅人物。最重要呢，其實你係可以俾一啲圖片佢去參考㗎。咁譬如我哋呢學校呢，就會加一啲我哋學校嘅吉祥物啦，或者有啲我哋學校卡通版嘅校服樣。咁變相呢，出到嚟呢，佢就唔會係一個比較生硬嘅圖片啦，亦都呢會可以代入翻學校嘅校本元素。咁你會見呢，其實好多嘅 AI 生成圖片嘅工具呢，佢係容許你將圖片上載上去，然後呢，佢再去將呢啲圖片加入落去嘅圖像生成入邊。咁加咗落去之後呢，你會見差唔多嘅風格，不過呢，佢就會加咗你想要嘅圖片混合咗喺幅圖入邊。去到呢一度呢，都想俾大家睇下唔同軟件生成出嚟嘅圖片佢有咩分別。咁其中提示下啦，譬如呢個呢頭先講過嘅 Copilot 呢，咁如果學校呢係有訂閱 Microsoft 嘅 Office 嘅話呢，你都可以睇下你用唔用到呢個 M365 Copilot。咁佢係 Copilot 入邊呢比較進階俾一啲收費用戶嘅。咁如果學校呢本身已經訂閱咗 Microsoft 呢，其實呢你係可以用比較高階少少嘅 M365 Copilot。咁佢喺圖像嘅生成上面呢會比較再強少少啦，同埋佢喺一啲限制上呢都會少啲嘅。然之後啦，呢個呢就係一陣間我哋會介紹俾大家可以試用下嘅，叫 Leonardo AI。咁佢都係一個可以做到圖像生成嘅軟件。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呢，其實呢個 Leonardo AI 呢，佢生成嘅畫風係點樣？咁俾大家呢去比對下唔同嘅 AI 軟件。咁然之後啦，我諗大家可能都會聽過，其實 Google 呢，佢有佢嘅 Gemini 啦，甚至乎呢，佢而家將佢其中一個圖像生成嘅工具呢 Nano Banana 呢，都已經融合咗落去 Gemini 入邊。咁截至今日為止呢，咁香港呢，其實已經可以用到呢個 Gemini 啦。咁所以呢，大家都可以呢，用你嘅教育嘅 account 啦，去睇下你學校嗰個 Google account 呢，能唔能夠用到 Gemini 去生成一啲圖片。咁喺呢度呢，就攞其中一個例子，頭先提過嘅 Leonardo AI。咁去俾大家呢比較入門咁去睇下，其實點樣去生成一張嘅圖片。咁其實每張圖片呢 AI 去生成嘅時候呢，都會有佢嘅唔同嘅特色啦。咁所以每一次呢，其實都會有少少差異嘅。咁所以呢度呢，只係講一講點樣操作。咁佢嘅網站呢，其實好簡單，去支援呢，你可以用自己嘅 Google 啦，或者 Apple 啦，或者 Microsoft 嘅 account 呢去登入翻。即係如果你係未登入過嘅，咁你就可以直接註冊啦去使用嘅。咁譬如你用咗 Google account 嘅話呢，咁其實佢都會問你攞一啲基本資料啦。咁然之後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呢，就唔使額外再開一個新嘅戶口啦。咁其他嗰啲註冊登入要注意嘅地方呢，咁都係填翻佢嘅用途啦。咁你亦都可以俾啲嘅角色話俾佢知，你係用嚟做乜嘢呢？咁相對應會容易啲揾到啱你使用嘅方向。
咁咧其實好多嘅圖片生成嘅工具啦，image generation 咧，佢都需要你一定嘅收費啦。咁譬如咧左上角你可以見到自己有幾多 token，即係有幾多嘅代幣可以去用。咁而當然啦，佢都有佢一定嘅好處嘅。咁例如呢，佢可以直接俾你揀，你每次想生成幾多嘅圖片啦。咁圖片嘅尺寸呢，你都可以喺呢度選擇。咁呢個點解話適合一啲入門少少嘅童工去使用呢？就係好多時咧，呢啲呢，我哋會擺落去嗰個喺 prompt 入邊，大家要打嘅。咁如果你唔係咁擅長寫 prompt 咧，咁你都可以透過呢度呢，佢可以俾你揀翻你想要嘅尺寸啊，或者佢入邊有啲咩嘅需要呢。咁你喺入邊揀咗呢，咁佢就唔使再自己喺個 prompt 度打啦。咁然後啦，喺文字嘅輸入上呢，根據翻頭先啦，叫俾大家嘅建議啦，一啲嘅範本，咁你可以寫翻呢你需要生成嘅圖像有咩嘅特色。咁然後咧，下面咧就可以俾你 preview 啦，預覽到佢你想佢生成出嚟嘅圖片係點樣。咁譬如如果你揀係4至5張咧，咁佢亦都可以一次過咧俾幾個唔同嘅例子，然後你都可以話翻俾佢聽邊一個係最切合你嘅需要。咁然後咧佢之後嘅生成咧就可以對應翻你想要嘅，容易啲可以真係切合到你嘅需要啦。而講到圖像生成呢，呢度咧都需要同大家講下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風格㗎。咁呢個呢，我諗如果你唔係教視藝科嘅老師呢，可能咧呢方面呢，你會覺得啊，我都唔係好熟悉。咁同樣都係嘅，無論你係想教你嘅小朋友做圖像生成又好，你想喺你嘅課程嗰度引入呢啲圖像生成嘅程序呢，咁都可能呢需要視藝科老師呢，大家一個跨學科嘅合作。咁譬如去令到你嘅同工啦，又或者甚至乎令到你嘅學生咧，去多認識一啲唔同嘅畫風。咁因為畫風咧都好註定咗你幅畫出到嚟嗰個效果嘅。咁其中咧有一啲嘅風格元素咧，咁我都係喺網上面收集翻嚟。咁大家都可以諗下，其實呢啲嘅風格咧，可能視藝科老師咧可以俾呢啲例子學生去參考。咁如果你係想去引入俾你嘅同事呢，都可以將呢啲嘅畫風呢話俾佢聽。咁我自己覺得呢，最重要呢，可能要配合啲圖片嘅例子呢。咁人哋去學習呢啲嘅畫風呢，先至會比較容易啊。嗱，咁唔同工具呢，佢寫 prompt 嘅時候呢，都有啲地方係會有要注意啦，或者甚至乎有唔同嘅。咁譬如呢，用嘅英文句子呢，有啲嘅 prompt 呢，佢係會可能係一段一段咁樣啦。咁呢啲大家寫 prompt 嘅時候呢，都要注意，就係睇下點樣可以令到你生成嘅圖片呢會更加準確。咁大家呢都要記住喎，就係呢，如果你要做一個寫 prompt 嘅過程呢，我哋都有個原則嘅，就係唔好俾太少嘅描述，亦都冇俾太多。如果你俾太少呢，其實你俾可能得一兩句，甚至乎一兩個嘅形容詞呢，其實好多地方就變相呢 AI 要靠自己去聯想啊。咁你會諗到啦，就係如果乜嘢你都去天馬行空咁去想像呢，佢出到嚟嘅畫風呢就會有好多唔同嘅風格。咁但係調翻轉啦，如果你俾過多嘅 prompt 呢，其實你亦都可能呢有一兩個唔準確嘅描述呢，都會令到成幅畫呢會變成咗另一個樣。咁所以呢，嗱，一係你就攞好準確嘅 prompt，一係呢你就諗一諗你俾嘅內容呢，唔好過多，亦都唔好過少，咁呢，去令到呢出嚟嘅效果呢係可以更加貼合你嘅需要。咁呢度呢，分享多一個例子就係呢提示詞過多，而且呢有啲呢係唔係咁重要呢，咁就會導致呢 AI 分唔到底提示詞嘅重要性啊。咁主角呢，反而可能俾人忽略咗，咁可能係啲配角啦，甚至乎係個背景呢就會突顯咗出嚟。咁呢個就係下列嘅例子。咁佢俾咗一大堆嘅提示詞，咁但係呢，最後呢 AI 呢，因為喺入邊呢揾唔到個重點出嚟，咁結果呢，一啲重要嘅角色呢，佢就生成唔到，反而呢就集中咗喺個背景嗰度。咁呢啲呢，都係大家去生成嘅時候呢要留意嘅地方。我哋落呢個提示詞呢，唔好過多，亦唔好過少。最緊要咧係準確。咁介紹完呢個工具 Leonardo AI 之後呢，咁都同大家提一個我哋好多時咧用圖像生成嘅時候會遇到嘅問題。咁特別你嘅圖片入邊如果有繁體中文字嘅話呢，咁有部分嘅軟件係未必支援到㗎。咁好似頭先講嘅 Leonardo AI 啦，咁佢都未必支援到一啲繁體中文字嘅生成，甚至乎呢Leonardo AI 呢，你用嘅 prompt 呢，其實都只係局限於英文。
咁所以有咩地方可以用得到一啲繁體中文啊？咁呢度呢，其實我自己試過呢。如果你用呢個 Nano Banana 呢，甚至乎用ChatGPT 佢嘅 image 生成嘅話呢，其實都可以生成到一啲繁體嘅中文字噶啦，而且個準確度呢亦都越嚟越高。咁呢度呢，我就攞4年班一個課堂應用混合式學習短片嘅例子。咁呢個呢，係教質數同合成數嘅時候，咁就用咗一個古希臘嘅數學家愛拉托色尼。咁用一啲網上面參考嘅圖片啦，咁我哋呢就俾 AI 呢去做一個描述，咁然後呢就去生成呢一個數學家嘅樣子。咁通常呢，我哋會揀一啲比較卡通化少少，咁變相呢，學生就會覺得容易啲去代入。咁喺生成嘅時候呢，我呢度用我寫嘅一啲命令詞，同大家有分享下有啲咩嘅方式會容易啲生成到你想要嘅嘢。咁第一啦，你話俾佢聽呢，要一個正面嘅面向。咁其實好處係咩？就係如果你之後呢要做一啲配口型嘅動作呢，咁其實用正面嘅面向呢係容易啲對啱個口嘅。咁另外圖片入邊呢，都盡量揀一啲係清晰嘅線條、卡通嘅插畫呢，其實係容易啲去俾 AI 呢去生成。第二個部分啦，就係可能呢你要俾一啲風格化嘅服裝。咁例如呢個係一個古代數學家啦。咁當然大家如果專業啲呢，亦都可以考察翻當時嘅服飾係點嘅。咁如果你純粹想描述一個古人嘅，咁你都可以問下 AI 邊啲係比較適合嘅衣着啦。咁第三樣呢，有陣時一啲嘅道具呢，係令到學生容易啲去辨識嗰個係乜嘢嘅角色。咁然後呢，一啲適當嘅道具呢，都可以令到你嘅角色更加像真啦。咁例如一啲科學家，咁你可能呢就用一啲科學嘅用具啦。數學家嘅話，咁可能一啲度量嘅工具呢，都能夠幫你營造到嗰個感覺嘅。有啲可能同工呢想整係一啲古人，咁可能譬如嗰個時代有啲咩嘅道具啊、衣着啊，咁大家呢都可以喺準備嘅時候呢問下 AI 或者你自己搜集下資料。咁最尾呢都強調啦，畫風呢其實可以大家自由去選取。咁最緊要呢都係一啲比較明亮啦、清晰啦、簡單嘅線條呢，係會容易去生成到你想要嘅圖片嘅。咁去到呢個部分呢，我哋而家已經由聲音，而家呢個聲音呢係粵語嘅配音，亦都有畫面。我哋呢可以根據我哋嘅課題揾翻適合嘅圖片。